係啊，點解呢？因為好緊張啦。跟住呢一場決賽直接上演，咁啊就係男子200米決賽嘅 C grade 賽事。咁啊線圖方面呢，第一線呢就係拔萃男書院嘅莊家俊，第二線呢就係旅港開平商會中學嘅施建浩啊。咁啊，至於喇沙嘅同學馬志輝喺第三線，華人呢就係郭以津啊，第四線嘅。咁而仲有西島校嘅 Wine 就喺第五線啦。英文島5世嘅蕭陽就喺第六線。至於第七線呢，就係喇沙嘅李正如啦，第八線呢，東華三院黃福南嘅鄭永芬。係啦，咁啊第二線嘅開平商會中學嘅施建浩咧，哇，相當之突出啦，一路領先。咁而喇沙嘅馬志輝啊守住第二位，第三名呢就係香港華仁書院嘅郭以津。咁啊，香港華仁咧都相當厲害啊，值得介紹啦。佢過去嘅2年啊，由第3組一路係升到上嚟第一組。咁而喺今次比賽咧，就更加首先有呢一位郭以津咧喺單項嗰度攞到面銅牌。係啦。哇！咁呢場賽事咧，嗱攞冠軍就旅港開平嘅施建浩啦。但係今日我哋嘅重點就係話團體嘅總冠軍就係藍拔萃啦，同埋呢個喇沙嘅爭奪。咁啊呢度前3名咧就係喇沙嘅馬志輝，係搶到好多分喎。係啊，咁佢其實仲有一位選手李正如咧，就喺第7線度嘅。咁暫時個熒光網未介紹到攞到名次啦。咁啊反為咧就藍拔萃咧喺呢個項目啊，只係有第1線度嘅莊家俊，咁啊，所以喺個分數嚟講咧。